风台狂雷伫下晡的时阵是伫咧台东登陆，也在今仔日阴暗6:40的时阵对云林附近来出海。这段期间是这风台风雨上介强的时阵，北部的家人今仔日也是透风落雨。像在淹水的这大部分地区呢，徛家拢有提早准备。来讲到这七岛地区，也因为落几落天的大雨，这风台一日来，就山坡地的地基开始崩，就一栋铁厝起一边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伫咧家人七岛的友谊社区，会使看到这栋铁厝是已经拢起一边，是因为地基落落的关系。铁厝外侧车路的点仔拢必顺，伫咧七岛这栋私人铁厝4块位的地基也袂堪得风雨。拜四透早4点，地基就安尼落空，有30公尺深，5公尺宽。第一次对，因为可能是久了，因为两三个礼拜都下大雨哦，它可能影响到安全了。道路边坡下陷这个可能对来往的交通也会造成一些风险，所以我想在台风后，我们会把它列入我们的施工恢复的范围尽快的来协助当地来复原。当地里长讲，加在这摆的事故无造成任何人受伤。这栋铁厝内底大约2个人，这阵会先住伫附近的饭店。不过买酒的修复工程，家人市长谢国良讲，就可能要等风台过后，才通豆豆开始进行。这是家人的大埔仑市区，是家人较高淹水的所在。看风台来，民众赶紧甲挡水门提到点头的顶仔卡，甲伊组起来，就惊雨水伤大，搁淹水。淹水过啊，有啊，是现这边淹水最严重的。有啊，这边曾经淹得很严重。咱这较低位啊，所以较低位啊，拢常常会淹起来。伫咧家人的大埔仑市区，几落台抽水泵也拢处理好势。若是讲雨水滴输水沟水涨起来，就会使随甲水沟水排到边仔的大埔仑溪内底。在地民众讲，因为大埔仑市区地势较低的关系，过去若落大雨，雨水定为边仔的山坡地冲落来，造成淹水。就惊即摆的风台会搁再做大水，民众唔敢大意，拢先做好交全的准备。记者讲林卓凯，家人报道。